备的。我们也为今天早上所有的崇拜程序流程、所有的人员的运动安排、设备器械献上祷告，让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主你所使用，按照你圣灵的运行，按照你的旨意能够来运作，使万物万有都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而行。谢谢主，也为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无论他们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保护他们都十分的平安。他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你也与他们同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保守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中显出公义。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怜悯爱我们的天父，今天是进入复活节期的第5个主日，我们谦卑来到你的面前，聚集在你的殿中敬拜赞美你。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过犯，求你赦免，洗净我们的心，清洁我们的灵。求你的恩典慈爱，让我们在困难中有力量，在迷茫中有指引。我们特别为今天的圣餐主日礼拜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圣灵充满，感动人心。愿你的名为圣，诸天彰显你的荣耀，全地述说你的伟大。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一起用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今天敬拜的曲目是永待我主为王，在心灵粮诗选38首。如果您身体许可的话，请弟兄姐妹起立。永待我主为王，羔羊在宝座上，静听天上颂歌悠扬，声音亚瑟君响，我灵心在歌唱，因主为我受伤，高声欢呼伟大君王，千秋万世无疆。请姐妹请弟兄我乃是爱之王，钉在十字架上，手上钉痕勒旁敲伤，发出美丽光芒，连世不忍夸看，如此残酷磨难。只有举起低头长叹其恩典浩大瀚，家一起来。永待和平之地，随随掌管人群，为眼前的真善实行，只有赞美祈祷，在你手上交接，鲜花环绕正面，这
人人站立，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请坐。起应文，我们现在要以起应的方式一起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起应文记载在诗篇第31篇第1节到第5节，及第15节到第16节。也请翻开我们教会圣经旧约562页，或者是你观看我们的投影片。诗会以会众起应和的部分，诗篇31篇第1节到第5节，第15节到16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而听，快救我！快做我坚实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上帝啊，你救赎了我。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来，一起来。求你使你的灵光照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公祷，我们同心来为以下的公众事务来祷告。首先，我们为南亚国家马尔地来祷告，马尔地夫来祷告。马尔地夫，我有稍微了解一下。它是我们亚洲领土算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它的人口大概50几万，其实是一个小国家，但是它也希望我们基督信仰能够切实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中，他们的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我们为此来祷告。我们也要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北2教区的木栅卫理堂邱运杰牧师来祷告，愿他们的教会能够奉献充足，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和同工都能够合一，也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要为我们的青少年，因为最近国中会考、高中指考，还有今年即将升学的这些青年学子来祷告，愿主能够预备合适的学校，帮助他们有美好的学习来祷告。
最后，我们也要为国际局势的变动来祷告，求主使全球各地战争能够止息，恢复和平来祷告。最后，我们以主教导的主祷文来同声来祷告，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称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请嘉禾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圣道经课。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第一处经课在《使徒行传》7章55到60节，教会圣经137页。《使徒行传》7章55节，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上帝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上帝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第二处经课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14章1到14节，教会圣经119页。约翰福音14章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当我父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在那里叫你们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谢谢嘉禾弟兄读经，请听上帝的话，记载在彼得前书2章第2节到第4节。我们教会圣经新约257页，彼得前书2章第2到第10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死，固然被人所弃，但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死，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黄角石安放在锡安，必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是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黄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絆跌。他们这样絆跌也是议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上帝的子民；从前未曾蒙灵恤，现在却蒙了灵恤。诗班献诗，今天所献的曲目是《尊主恩言》，在新灵粮诗选297首。
愿荣美的诗歌献给在天上的父。正道。接着由本堂陈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新的拣选，圣洁的呼召。我们请陈牧师。尊主恩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一个礼拜天来到主日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说，我这一周我有没有真的按照主的教导去做？我有没有按照主的话语去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做礼拜完了，牧师祝祷完了之后就是结束了，其实那是一个开始，那是一个新的开始。在这一周当中，你怎么样开始去预备你的新生活？你怎么样开始去预备你的新生命？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一周的开始，我们都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能够进到世界里面，能够来影响这个世界。愿上帝来带领我们。那最近我听到有一个弟兄这样说，他说平安是什么？他说平安是什么？他说其实没有才是平安。什么叫没有？就是我如果今天可以能够来做礼拜，表示我平安无事无事，那我就可以能够来做礼拜。所以平安其实是没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以为的平安就是我要增加我的财产，我要增加我的这个增高我的位置，或者是我要有更多的享受。其实很多人不晓得，其实没有才是真正的平安。当你没有这些的挂虑，没有愁烦，没有这些的羁绊，没有这些的压力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平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珍惜没有，能够珍惜当一切所有好像其实都看不见的时候，但是其实你反而真正的拥有。很多人拥有了，却不见得真的叫做拥有。很多人认为说，在人群当中应该就不会寂寞吧？其实有很多人是在人群当中，他反而寂寞。但是有的人却是在没有人的时候，看起来孤单，但是心里却是充实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有上帝同在，就是最美好的祝福。好，开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为什么刚刚会跟大家提到没有？其实有时候我们也需要珍惜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珍惜有人在我们身边，有人跟我们一起讲话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如果我们讲话讲得少，有时候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啊。有一个这个健康的报道是这样，他说孤独会让记忆力变差啊，所以会让人的这个记忆会衰退的。虽然衰退速度可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会渐渐的没有话了，渐渐的脑袋没有在用了，渐渐的没有在使用你的这个记忆的时候，很快这些就会失去的。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文明病啊，包括像刚刚提到了，有很多人叫做这个记忆力衰退了啊，或者是叫做失忆了啊，或者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好，但是这些其实也包括我们很少跟人接触有关系，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常常有跟人接触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做礼拜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公众一起的聚会跟礼拜。所以你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礼拜，一起做这样的聚会，一起来崇拜上帝，这个是一个让我们可以一起的线上的感恩跟祷告。当然，也许你可以自己灵修，你说我自己可以灵修，我自己可以祷告。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跟弟兄姐妹、跟众人一起的敬拜，那是更美好的事情。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这些的我们的这些的友伴、我们的朋友当中，我们能够一起得着这样的美好。所以牧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祷告的同伴，请珍惜跟你祷告的同伴一起的祷告。如果你有读经的同伴，跟读经的同伴一起珍惜可以读经的时候，因为你可以说话，你可以跟这些你身边的人一起有说话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变成是一个孤单的基督徒，
让我们能够学习成为与人和睦的基督徒。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其实我们现在人很方便哈，因为我们手机很方便，电脑很方便，网络很方便，所以我们使用翻圣经的机会就减少了。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有一点时间来翻圣经，能够让上帝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说圣经是上帝的话，让上帝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不要只有听世界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好，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有办法可以跟人在一起，因为有时候可能真的环境上面，也许家里孩子去上班了，或者是先生不在，太太不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当我们孤单的时候，这几个方面可以提醒我们啊。他说第一个，上帝在乎你，也理解你。好，所以即使我们可能身边没有其他的人，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不会请假离开，上帝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所以他也放弃我们。所以第二个，他说上帝永远不会放弃你，即使我们可能有做错事了，即使我们可能有一些的问题，有一些的状况，但是上帝仍然没有离开我们。第三个，你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陪伴，这些陪伴就是什么？天父、耶稣跟圣灵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好，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是有一本书叫做《你的心事》这个书他说你的心事是神要成就的心事。求上帝来帮助，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书里面的摘要里面能够看到上帝在乎我们，他理解我们，他永远不放弃，而且天父、耶稣跟圣灵是跟我们一起陪伴在我们的身边的。愿上帝来带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就是生病的时候都会去一间诊所去看病，然后这个诊所的医师是一个长老，是一个长老，教会的长老。然后呢，他在帮我打针的时候，常常会跟我讲这一句话。到现在我已经55岁了，我都还记得这个长老他曾经讲过的这个话。他说有一天你的朋友会离开你，有一天你的兄弟姐妹会离开你，甚至有一天你爸爸妈妈会离开你，但是你的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你。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即使我们身边最亲密的人、最亲近的人可能有一天会离开的，但是上帝永远不会离开，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所以开始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图片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据说这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在西班牙。那这个建筑为什么会特别要先跟大家做个介绍？因为这个建筑已经用了2000年了。这个建筑用了2000年，什么样的2000年？它是一个分水道，就是它其实这个下面应该是一个河流了那这个河流它可以做分道的使用，所以它这个每一个这个洞就是分流出去的地方。好，那它分流出去这个工程是在2000年前的罗马时代的工程。好，那为什么会特别跟大家做这个介绍？是因为各位会看到这个工程用了2000年，那这2000年来它一直屹立不摇，而且它上面的石头各位可以看得到非常的清晰，石头跟石头是叠在一起的，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个工程当中相当的紧密，石头跟石头接在一起，而且它们是密到这个几乎没有缝隙所以它可以承受住任何的压力，可以承受住许多的这些的冲击，它可以用来做分水的这样的一个功用。好，所以它是古代的工程，用到现代还继续可以再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工程2000年来它为什么可以屹立不摇？因为它的石头跟石头是紧贴在一起的。好，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相当的特别，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常常出现。我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注意到里面有个东西跟石头有关，他说我们叫做活石，活的石头。好，意思是什么？
不是像石头是没有生命的，是活的石头。好，但是要先跟各位解释一下今天你看到的这一段经文的作者，这个人是彼得。那我们上次有提过彼得这个人，彼得是耶稣的12个学生，12个门徒当中的一位，他是成绩最好的，也是成绩最差的。他曾经考过100分，但是也考过0分。但是他曾经在众人的面前的时候，他说：主啊，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好，但是后来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跑掉了，而且他跟很多人说：我不认识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圣人应该是很多事情都很完美的，其实并不然圣人也有失败的时候，圣人也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圣人也会有一些的无奈，在环境当中会有一些的问题跟状况，然而并不失去上帝要使用这个人的一个动机。上帝要使用这个人，耶稣要使用他的这个门徒，这个彼得，这个常常有时候做得很好，有时候又做得不好的这个彼得，为的是要让他做什么？耶稣告诉他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常常给他的门徒，给他的学生有再一次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做错事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也表现得很好，但是无论我们做错或表现得很好，上帝总给我们有再一次的机会，为的是要给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帮助跟兼顾跟我们一样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天主教用这个彼得来作为第一任的教宗，其实当然我们并不是承认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对这个彼得仍然是尊重的，我们对天主教会仍然是尊重的。他们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一颗 Petros， 这一颗石头，它的彼得这个名字叫做 Petros， 就是石头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这一颗石头，它可能是有很多有棱有角的地方，然而上帝使用它的时候，让它能够成为石头当中可以堆叠在一起的石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也会用我们，甚至削切掉一些我们有棱有角的地方，因为要让我们跟其他的石头可以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们要先来看彼得，彼得是一个很实际的门徒，因为他很知道生活上必须要在行为上能够来显出你的信仰。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2章2节的地方，我们先来念一下这段的圣经。好，我们一起念来。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灵奶？很多人说这个喝奶好像是一个比较幼嫩的生命才需要的其实我们大人也需要我们刚刚提到了，有很多人他可能会这个为了预防这个骨质的疏松，也需要有喝奶。好，那这个喝的灵奶是什么样的东西？其实灵奶的意思也是上帝的话。当你把上帝的话、纯净的话能够进到你心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渐渐的成长，渐渐的长大，而且让你能够得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刚刚牧师开头要跟大家分享说，当你这个需要的时候，你要常常把圣经拿起来，不是需要的时候而已，而是你每个时刻，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现在的时代工具很多，除了手机，除了电脑网络，其实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的用具可以使用。你可能手上有很多的版本的圣经，甚至你可能会有基甸会的圣经。我记得当兵的时候，我的身上要带一本基甸会的圣经，因为那个比较好放小本的比较好放。当我没有办法出去到这个放假去营外的时候，我在这个部队里面，那我可能就会在我的卧室或是在这个树下，就把圣经翻开来。当我休息的时候，我可以把圣经翻开来稍微读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时间是需要稍微分别一下，不是都是只有忙碌而已。有时候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刻，那个安静的时刻不是只有让我们滑那个手机看这个短影音
不是只有让我们看影片，希望我们可以有一点点的时间，即使是只有1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有机会来读上帝的话，来听上帝的话，来思想上帝的话，即使一句话都能够让你今天一整天能够领受到这样的灵奶，来帮助我们的心灵。好，有一个人先声明我没有政治色彩啊，但是呢，这个人为什么很特别？是因为他讲的这一句话相当的特别，而且我觉得应该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他说，一本破损不堪的圣经，通常属于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里面，他有一个办公室的团契。好，这个人叫做 Michael Johnson， 这个人他是众议院的议长，在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那他在他的办公室有一个读经小组。那他认为说，一本破损的圣经，通常是属于一个信仰坚定的人，因为表示他常常在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是新新的，都是这个从来没有翻过的，还是它是经常被你翻的。如果你的圣经常常被翻的话，甚至翻到破烂了，这个是20年前人家送我的到现在。好，如果你的圣经是常常翻到烂的，那感谢上帝，你应该是一个信仰很坚定的人。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人可以从你的圣经也可以看到你是不是一个常常读上帝话语的人。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可以跟小组里面的一起读经，可以跟我们的组员一起有读圣经的时间，让我们不是孤单的。你会发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当别人在读的时候，他供应你这些的一些的内容，但是你也可以供应别人。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这样说，他说我很喜欢参加小组聚会，我们有10个人一起参加小组，当我提供1份的时候，我得到9份的祝福。我提供1份给别人，但是我得到其他9个人给我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参加小组让我们可以能够供应别人，我们自己也得供应。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彼此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孤单，因为我们常常是没有意愿去跟人接触，所以以至于我们觉得很孤单。如果你愿意找几个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有一点时间，一起分享圣经，一起读圣经祷告，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事情。好，所以我们要进到今天的主题来了，因为今天的彼得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他说我们是石头。我们来看一下第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好，第4节的时候说主乃活石，对不对？第5节这边说什么？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什么？活石，有看到吗？活的石头，你是活的，石头是死的，但是你是活的，但是你是石头，什么样的石头？是能够建造成为灵宫的。好，各位当然我不是念建筑的，我们当中有念建筑的其实你看很多早期的建筑，刚刚我们讲到那个这个西班牙的那个罗马时代的建筑，你会发现石头跟石头堆叠在一起，但是每一颗石头都是平整的，它不是有尖刺，不是有凸出来的，不是这个凹凸不平的，它是平的，它平的跟平的才能够接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主乃活石，因为他要使我们能够也成为活石一样，建造成什么？灵宫啊！建造成那个宫殿是什么？是做让国王或是让这个圣殿这个建造的时候，石头跟石头叠在一起，能够成为一栋很伟大的建筑，很好的建筑，很棒的建筑，能够在那里来献祭给上帝，能够让君王住在那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当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建筑的时候，成为这样的一个灵宫的时候，所谓的灵宫是什么？就是这一栋建筑是属灵的宫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教会只有这个礼拜堂而已，真正的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教会，我们都是属于上帝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块石头。
但是各位刚刚提到了，石头跟石头要接在一起，一定要平整的。好，所以这条路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的信仰的路上会要跟很多人接触在一起。那么很多时候跟人接触，一定要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地方。好，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和睦，不是像这个，各位你的应该是左边了啊，不是像你的左边那样，哇，这个上面有光圈，然后大家彼此和睦啊，握握手，不是这样。真正的教会生活是什么？是各位的右边这边，你刺我，我刺你，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彼此包容在爱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别人一起相处不容易啊，不容易。团体生活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常常很多人说什么一个人保全家保，对不对？当你开始有了伴侣的时候，当你有了配偶的时候，就开始发现组织家庭不容易。然后你要跟人接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个性脾气的，你要包容跟接纳。所以石头跟石头叠在一起，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你一定要有许多包容跟接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教会不是大家都是像天使一样，有时候我们是刺猬，有时候我们刺到别人，我们不知道；别人刺到我们，可能我们很清楚。但是当你知道了别人刺我，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刺到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别人包容了你，但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你也需要去包容跟接纳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石头叠在一起，不容易。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耶稣提到他自己是房角石，那彼得也是这样说，他说房角石要放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过的那个图片哈，他说这个叫房角石，上面说 cornerstone， 就是它是第一块的这个房子的第一块的石头，那其他的石头都要按着这个石头堆叠在上面，堆叠在旁边。那所以意思是什么？耶稣是这个房角石，那我们跟耶稣在一起，跟耶稣堆叠在一起，我们也跟其他的人堆叠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石头跟石头之间都会有一些需要去磨合的地方。所以我很喜欢磨合这个词，因为磨合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本来就不平整，我们本来就不是那么样的平整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上帝来帮助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我觉得他很诚实啊。他有一次我在讲道完之后，一样讲题的内容提到说，这个叫要爱人如己啊。好，所以我们这个弟兄他就回到他的公司，他说他立下心志说，这一周我听到这个牧师说要爱人如己，圣经说要爱人如己，所以我要回去实做。好，那他回去实做去哪里实做？回去他的公司实做。公司实做的时候，他去找谁？去找一个他不太喜欢的，他曾经不太容易去相处跟接触的人，他就去实做了。结果实做了1个礼拜之后，他很诚实，他回来跟我讲，他说牧师，对不起，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好，我说亲爱的弟兄，你终于通了。我说通是什么？如果你做得到，那就不是你做的，就是因为你做不到，你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多么的无力跟无奈。所以如果你做得到，那是谁做的？那是耶稣在你里面做的，耶稣在你里面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我做得到，我可以爱人如己。如果你可以爱人如己，那一定不是你做的，那是神在你的里面做，因为你本来就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实做看看你就知道。昨天我们在这个以马忤斯营的时候，我去参加姐妹旅的烛光礼，晚上的时候，你知道，当你的身边，你平常都无视的，当你身边坐着一个曾经跟你有过节的人的时候，因为房间就这么小吧，礼拜堂就这么小，很多人坐在一起的时候，刚好你旁边就是那个跟你有不舒服的那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心里面会是什么？你知道怎么叫做很冷，知道吗？这个我们虽然是坐在旁边，但是是最远的距离啊，是最远的距离。好，可是呢，总要有人破冰嘛，所以你知道那个破冰真的叫做不容易的。所以当然我不能期待别人破冰，所以我只好自己要破冰。好，所以我就主动的跟这位弟兄，我就跟他讲说，这个某某弟兄，最近你好吗？最近家人都好吗？最近状况怎么样？好不好？虽然他有一搭，但是对我而言我觉得这是突破了，这是一个突破，至少我破了冰了。我不是跟他一直都是保持那个相敬如宾的状况，至少我们破了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法期待别人先破冰，但是你可以先做那个破冰的人。所以，真理使我们得救赎，真理使我们蒙保守，真理使我们得自由，真理也使我们圣洁。所以，使我们圣洁不是一下子的，而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生命里面去经历的，不是一下子我就可以办法做得到。当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还能够不恨他，能够愿意去主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不是你可以做得到的，那是神在里面。唯有神在里面，你才能够做到神的要求跟标准。如果你不是神在里面，不是耶稣在你的里面，你做不到耶稣的标准跟要求的。所以上帝的恩典使我们可以从罪人变成是圣徒。所以如果你可以成为圣徒，那么不是你的，是神的圣洁使你成为圣洁。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常常会背的金句，但是我们不太了解里面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第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9节，一起念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很喜欢台语圣经的这个翻译哈，你知道它这个君尊的祭司，它是翻译成什么知道吗？台语的圣经里面有君尊的祭司，它分成2个身份，是王是祭司，是王是祭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很难想象一个事情是，君尊的祭司好像看起来是这个祭司是很有荣耀的，当然也是指祭司很有荣耀，但是君尊的祭司在台语圣经里面翻成什么？是王是祭司，是王，你是王又是祭司。所以各位知道耶稣有3重的身份，知道吗？耶稣的3重身份是什么？先知，是祭司，还有什么？君王，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彼得说我们是什么？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表示我们有君王的形象，我们也有祭司的形象。他说我们是什么？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而且我们有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觉得这个身份是很特别而且是奇妙的吗？各位知道基督的意思或是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通常古代有3个身份的人要成为受膏者，刚刚提到了先知、祭司跟君王。所以我们是一个受膏者的身份，是什么？是王，是祭司，而且我们又是叫做圣洁的国度。各位千万不要以为说在新约里面你看到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各位看一下旧约你就知道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19章6节，我们来看上帝怎么对以色列人说的。我们来念一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常常我们被称为叫做什么？叫做新以色列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很多神学家或是很多的著作会把我们基督徒形容说我们叫做新以色列人。其实的根据就是在这个地方，彼得提出这个呼召的时候，当时的教会不是只有以色列人，不是只有犹太人，当时的教会可能有罗马人，
可能有希腊人，有可能有其他的国家的人，但是我们都在同一个教会里。但是彼得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荣耀的子民。所以意思是什么？我们是新的一群群体，新的以色列人，不再是像过去旧约里面提到的那个国度，祭司的国度的那个以色列。当然不是说上帝没有对他们有恩典，在旧约时期，这些人他们是纯的，血统上需要纯正的，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没有所谓的叫做哪一个人是以色列人，血统纯正的，没有。我们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但是我们居然可以称为圣洁的国度，成为荣耀的子民，祭司的国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新的拣选，你是上帝新的拣选，新的创造，新的一个身份，我们也成为祭司的国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各位，我不晓得我们的周报带回家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处理它？各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如果你看周报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些病痛的，或者他有一些的状况，我们需要常常为他们祷告。君尊的祭司是什么样的意思？除了你要当一个祭司，你要常常为别人祷告，你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别人祷告。当别人正在苦难的时候，你为他祷告；别人正在生病的时候，你为他祷告；别人正在过不去的时候，你要举起圣洁的手为他祷告，因为你是祭司。但是各位，我要更强调另外那个身份哦，叫做喜翁，你是王，你是王又是祭司，请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有君王的身份。你有没有好好的管理你的生活？你有没有好好的去治理你的生命？还是你容许让不好的东西进到你的生活里面？你让不对的事情进到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因为王的功用就是来治理国家。你有没有治理好上帝所给你的这一切？所以我们是王，是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洁成为我们的必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行为不重要，千万不要以为行为不重要。很多人会看到你的行为，然后会说，这也是基督徒吗？这也是基督徒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但我们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但是我们需要寻求的是上帝的满意是什么。所以耶稣说，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我们所做的有没有符合上帝的国跟上帝的义？好，所以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要叫我们去这个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上帝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招出来，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是光明之子，是圣洁的。上帝把我们从黑暗里面招出来，但是要叫我们怎么样？再拆进去世界里面，再拆入世界里。所以当你觉得这个世代很黑暗，当你觉得这个世界相当的这个没有亮光的时候，请记得上帝差我们进到黑暗里，要成为那地方的光，要成为那地方的光。昨天我们在参加姐妹旅的时候，姐妹旅的烛光会的时候，整个房间都是暗的，晚上的时候，只有每一个人手上的那一根蜡烛烛光，所以那个烛光，其实在那个黑暗的当中，那个烛光就是你唯一的光源，你唯一看得到的。所以在黑暗里面，你怎么看到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进到黑暗里能够成为光。所以基督徒不是只有在地上的生活，我们除了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请记得我们的身份，除了我们在地上，我们可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请记得我们有一个更高的身份，就是我们是属天国的。上帝让我们有这些的祝福，不是让我们抓着不放，而是让我们给出去的。
所以记得刚刚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不是只有把祝福抓着。当你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正在分享你的祝福，你正在分享你的祝福。当你看到周报里面谁谁谁他可能有病痛了，他可能有一些的需要的时候，我有没有为他祷告？我有没有为他祝福？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不要舍不得你的祷告，让我们更多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在基督里我们彼此包容合一的建造，所以你要彼此的建造，要能够建立一个教会，不是只有一个人唱独角戏，不是哪一个人凸显，而是我们是合一的，石头跟石头要叠在一起，是合一的。上帝渴望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以弗所书4章3节他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好，我很喜欢竭力这个词，竭力意思是什么？用尽你的力量，合一要用尽你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合一要用力的合一，千万不要以为合一是很容易的，合一是要用力的。所以当你爱不了别人的时候，请记得让耶稣的爱放在你的心里，让耶稣的爱放在我们当中。当你爱不了那个人的时候，求上帝帮助我们。这个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在你身边，这个人可能常常会造成你的困扰，但是求上帝给我们有耶稣的爱。第二个，在基督里我们要活出属主的圣洁，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要对罪是敏感的，千万不要像这个世代里面对罪是无感的。我们需要对罪敏感，但是要记得我们不是在罪里面，我们是在神的爱里。好，所以圣洁不是代表我们就是这个只是把外在处理好而已，不是的，而是我们需要能够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当别人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跟别人不一样。劳动节的晚上，我人生当中当然去警察局的次数不多，劳动节的晚上我去过警察局了啊。那去的时候，不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摩托车在牵进这个停车格的时候，不小心去磕到了别人，那他的车就倒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帮他扶好，但是呢，不小心我把他的那个后视镜给凹了，好，然后呢，这个姐妹她这个看到这个下班的时候看到她的车被动过了啊，她就赶快报警处理，她说这个有人动过了我的车。好，所以为什么我要去警察局就是这样，就是要去报道一下啊。好，那当然我也可以置之不理了啊，因为这个是小事情而已啊哈。那当然也可以用很不好的态度，因为第一次去警察局里面才发现，哇，原来警察也常常会被骂啊，这个警察常常会被人家屌三字经啊哈，所以其实我们需要尊重那些公务人员，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那当然去处理完之后还好，因为我也客客气气的对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还好也客客气气的对我，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个警察的协调之下，我们就各自分开，她也没有要我的赔偿，那我也没有跟她有一些的什么样的一顾来一顾去都没有哈，所以我们就很和平的这样的分开。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圣洁从哪个地方可以显现出来？你是一副不在乎呢，还是我愿意跟别人有好的相处，能够用和平彼此联络？好，所以圣洁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把福音种植在我们里面的福音，从我们心里面能够活出来，在我们的生活中活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说我要过圣洁生活，我们应当是能够活出来的。第三个，在基督里我们被呼召成为这样的一个身份，是要来宣扬主的，我们有使命的，我们要在黑暗的地方，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仍然要宣扬主的圣名。所以即使
我们没有被呼召成为传道人，请记得我们可以成为传道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传道的人。你仍然可以把福音带给人，你不见得要当牧师，要当传道人，你才可以传福音。我们仍然可以把福音传给人，让人因我们能够得福。好，所以刚刚提到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是神这个圣洁的国度，是神荣耀的子民。那么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心哈？保罗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他说哥罗西书的3章这个17节哈，他这样12节，他说你们就是上帝的选民，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存着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这个存着原来的原文的意思是穿上，把这些穿在身上。穿在身上什么？是选择我要做怜悯的人、恩慈的人、有谦虚的人、温柔的人跟忍耐的人，穿上它。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让人看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借着实际的行动，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因着我们得到祝福，让我们可以把上帝的爱传出去。上帝透过我们使人能够得祝福、得帮助。好，最后跟大家的勉励就是期待我们能够成为光明之子，进到黑暗里面，在这个垂死的世界里面，让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光。刚刚提到了黑暗的地方，不是只有抱怨黑暗，让我们能够进到黑暗里面，能够在那个地方来发光。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活跟生命。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也需要你的帮助。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些什么，唯有依靠你的恩典。谢谢你恩待我们，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也愿你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里面有这样的能力，使我们里面有这样的力量，使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来爱上帝跟爱人。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为我们阐述上帝话语的真理所做的见证。刚刚的里面我有稍微记录了一下那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在基督里我们彼此包容，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基督里我们要活出属主的圣洁，第三个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要被呼召来宣扬主。这3个重点就造就了我们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荣耀的子民。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以此来自勉。接着是圣餐礼，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300首以主合一的第1段。弟兄姐妹，我们请起立。主身体为我舍，主宝血为我流，应该乃主自己为我舍命，主亲手获这病，主亲自地这杯，我吃喝这饼杯，与主合一。请坐。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弟兄姐妹，当然有很多人会说，牧师这个发圣餐就发圣餐哈，为什么要常常这个要提到自己需要认罪悔改的事情？我必须要跟大家这样的说，就是因为
站在牧师的立场，很多时候我们会教别人，可是我们有时候忘记教自己。礼拜四我去神学院去周间礼拜的时候去正道，我也是跟这些的我们的未来要成为传道人跟牧者的人说，我们也许很会当基督徒，但是我们不会做人。我们很会当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是带着教导跟这个叫做强迫，或者是希望别人就按照我的方式，而我们比较少去同理、去怜悯，或者是说去接纳别人的不完美。其实上帝也接纳我们的不完美，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只有看着别人认罪悔改，而是我们自己。所以每一个我们在上面的程序，我们每一个在上面的圣餐里的礼文，不是对别人说的，是对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要认罪悔改的时候，不是在帮别人认罪，而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承认跟悔改。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强迫别人、要求别人，而是对自己，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都不完美、不完全，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你做不到，那很正常，也恭喜你，因为你能够知道自己做不到。所以，如果你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或者是这些的礼文程序里，都告诉你，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那个是一个多真实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上帝的恩典而行，没有人能够达得到上帝的标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虽然我们是迷迷糊糊的，但是我们却是真真实实的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圣餐。请听圣经的话，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们若真实悔罪，与人亲爱和睦，立志自心，从今以后遵主的命令，行主的道，就能当存信心前来到全能上帝的台前，谦虚忏悔，领这圣餐，得受恩惠。我们一起来同诵认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主耶稣基督的父，创造万物、审判万人的主，现在我们承认及悔恨我们的种种罪恶。我们素来在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都有过恶，得罪主，干犯主的盛怒。现在我们诚意忏悔，痛恨我们自己的行为，俯心自问，十分忧伤。求慈悲的父怜悯我们，为主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从前的罪，又赐恩典，叫我们从今以后改过自新，遵主的圣意，永远服侍主，将尊贵荣耀归于主的圣名。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解罪文。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主曾发大慈悲，应许将赦罪的恩赐给诚心悔罪、真实信靠主的人。现在求主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激发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勇于为善，能得永远的生命。这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请听圣经上对谦卑懊悔的人所说的话：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让我们来读心中仰望文。你们心里当仰望主。我们当感谢我主上主。
无论何时何地，感谢主圣父无所不能、无始无终的上帝，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我们本分所当做的。圣哉，圣哉，圣哉！天地万军的主，主的威严充满天地，愿荣耀归于至上的主。阿们。无所不能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为要救赎我们，曾发大慈悲，此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基督在十字架上献上己身，为世人做完全的祭物，替世界人民赎清罪孽。还有设立圣餐之礼，在福音书中吩咐我们常常奉行，纪念他的受死，直到他再降临的时候。现在我们恭敬伏求慈悲的天父，应允我们的祷告，赐恩给我们，使我们遵着圣子救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纪念他受死遇害，领受主所赐的这饼和杯，就是领受他的圣体与宝血。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要喝，这杯是我立新约的血，为你们和众人免罪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来读谦恭敬主文。慈悲的主，我们到主的圣桌前，不敢靠自己的义，唯靠主的大恩典。唯主永无更改，常施怜悯，叫我们能领受上帝爱子耶稣基督的圣体与宝血，使我们犯罪的身体和灵魂都可被他的宝血洗清，而获得丰富的生命。我们就常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常住在我们里面。阿们。好，请陪参的同工到台前来。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保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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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你免罪流的，保守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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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的平安。弟兄姐妹，如果你预备好了，请我们就依序到台前来，让我们恭敬到主前，谦卑地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从中间的走道进来，然后我们从两边都可以领圣餐。让我们拿了饼沾了杯之后，我们就回到座位上。让我们领饼沾杯之后，我们就立刻来享用，然后回到我们的座位上。让我们继续的来祷告，为你心中你过不去的那个人，或是你觉得很难相处的那一位，我们为他祷告。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先做破冰，能够先做这样的一个开头，让我们可以先跟对方有和好，使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能够将和睦跟和平能够带到人的当中。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也许我们来自不同的教会，我们来自不同的宗派，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教会，一个身体。所以我们都欢迎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无论我们在哪一个教会聚会，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宗派里面参与，让我们都同心合意的，能够在这个时间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让我们一起能够来同心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你还没有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是你已经信了，让我们就将我们的手放在心上，让我们用我们的右手放在你的心上，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也许我们还没有受洗，但是我们信了，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灵里面来领受这个圣体跟宝血，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当你回到座位上的时候，你为你心里面可能跟你有疙瘩的，可能跟你有一些不舒服的，可能跟你有过节的，你很难饶恕跟原谅的那一位，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祷告，或者我们为他祷告，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上帝的恩典。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有那些过不去的人事物，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能够选择饶恕跟原谅，让我们以温柔谦卑忍耐的心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穿上它，因为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耶稣的宝血为我们免罪流的，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同颂奉献求恩文，赞美和感谢主。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舍身流血，我们得蒙赦罪与诸般的恩赐。现在将我们自己献给主，做合宜清洁的活祭，恳求主使我们得蒙主的大恩鸿福。我们罪恶深重，原不配来献祭于主，但我们求主接受我们区的至诚，因为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过犯，所以唯有求主欢喜悦纳，不要计算我们的行为，
但愿尊贵荣耀归于无所困难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永世无尽。阿门。今天圣餐礼到这里。谢谢。接着我们来回应上主给我们的爱，请我们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唱以主合一的第二段，新灵粮诗选第300首。我以主同定时，不再受罪辖制，相罪我乃已死，且向主活。我以主同复活，胜过黑暗权势。我主结束自己，荣耀主名。请坐。接着我们要来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您还不是基督徒，还不了解奉献的意义，或第一次来的新朋友还未预备，那就请你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静静地从你面前经过。我们请诗献的同工到前面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甘心乐意的献上金钱，愿教会用于各项事工及宣扬福音，荣耀你的圣尊名，让众人得益处，复兴教会。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来唱《向主献成歌》。我们今天有新朋友哦，我介绍一下，
王长夫妇。谢谢，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我们也要为我们的新朋友来祷告，求主引领哈。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家人》，请各位。感谢主，让我们在这里有主内一家的感觉。我们先来报告教会消息哈。首先在教会消息，我们有今天来的王长夫妇哈，我们特别欢迎他们，我们再一次欢迎他们。好，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本主日是5月份圣餐主日，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领受上帝的赐福和恩典哈。今天主日之后，在1楼的会堂，我们将召开儿少夏令营的筹备会，也请相关的同工预备心参加。下主日就是5月10号是母亲节哈，教会将预备有母亲节的礼物要赠送母亲们，也欢迎邀请家中母亲一同来参加。我们总会教育委员会有邀请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来分享，在南区的部分是5月16号，礼拜六哈。那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分享的主题就是为什么孩子不再走进教会。我们希望能够找到破解流失的关键，让家庭主动走进来。另外，总会在5月22号在
东吴大学国际会议厅有举办63届的年议会，也请为年议会的筹备事工来关心祷告。他在南区的年议会的会前祷告会，我们在5月20号礼拜3的晚上，也在我们高雄卫礼堂会举办祷告会。希望也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参加守望祷告。当周的我们礼拜4的祷告会会并同来合并举行。另外总会我们有今年的 MYF 的夏令营在桃园即将办理哈。那相关的补助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些资格费用，请洽办公室或者我这边就不再赘述哈。那为教会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能够实体参加我们每周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另外，总会有一些建堂消息，请弟兄姐妹为教会的宣教大楼所需的建造募款哈，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能够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来持续奉献。奉献时，请特别注明总会建堂奉献哈。在肢体方面，气候也多进入属夏数哈，我们要请注意我们弟兄姐妹的自身免疫力，还有一些长假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作息会影响哦，那请多注意我们的天气还有交通安全，留意我们家庭居家的环境还有个人卫生哈。我们也为一些年长者或者是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代祷。有相关的其他的比如说一些服事表，还有一些出席统计相关的，我们请参与周报。请问牧师有没有其他补充报告？弟兄姐妹，牧师这边做一些简单的补充哈。那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的周报上有一些弟兄姐妹的各样的需要，那我们也请弟兄姐妹，我们把周报带回家，或者是你有电子档的周报，我们也为上面一些需要代祷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特别这些在身体正在寻求复原或是恢复医治的弟兄姐妹，我们关心他们。那我们在现在已经到5月了那5月中旬的时候我们会有国家会有这个学生的会考，国中会考跟高中的指考。那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年轻的孩子们，他们今年就要考试了。那请为我们今年的这些的考生来祷告。那如果家里面还有考生需要代祷，那也请提供给办公室，让我们可以统合，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今年要参加指考或者是参加这些的测验会考的这些的年轻孩子们，我们为他们来祷告，愿上帝来带领。好，那我们当然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夏令营。那我们今年自己教会要办一个夏令营那这个小朋友的还有青少年的，那特别我们小朋友的营会有这个歌唱班跟烘焙班或是这些的这个才艺的部分。那我们也需要弟兄姐妹的参与。那如果你愿意来当志工，愿意来协助，那都欢迎来跟我们的教育执事，或是跟我们的我们的儿主校长来报道。那我们另外有一个 AI 营这个是我们现在很夯的很多人可能还正在学习中的。那我们也可以跟年轻人一起学习。那我有问教导的导师了他说我们可以如果假设想学的话，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参与，那我们就当志工来进来，那我们就是这个可以来免费的来学习这些的内容。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来关心也为这个事情来祷告。那下个礼拜我们是母亲节主日
那所以下个礼拜也欢迎邀请自己的妈妈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参加我们的母亲节的聚会。那愿上帝来带领，那我们也有做一些的预备那请弟兄姐妹来关心，让我们的母亲们都能够在这一天能够获得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尊荣的时间。好，那我们的 MYF 的夏令营今年在桃园举办那很多人对这个上面的名字不太理解，他说全员陶醉中那这个陶醉有2个意思，一个是这个上面的字面的陶醉了那另外一个就是逃脱罪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也邀请我们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欢迎邀请我们的孩子们来参加。那我们适度的会给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些的补助，那让他们可以来参加这个夏令营那因为是学生才有补助所以这个是要先个别说明。好，那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关心，那也可以为这些的事工来奉献祷告，让我们可以来关心这些的青少年跟儿童的这样的一个事工，愿上帝来带领。好，以上谢谢。我们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生命，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牧师为我们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呼召我们成为新的子民，让我们也进入世界，能够为你来做美好的见证。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颂。请坐。在殿业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代祷。有病痛的或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前面，牧师可以为你祷告。